风台的暴风区加过平湖的时阵，平湖原来是真险恶，是来透13级到14级的阵风，海水过来倒击。结果，这个西施小门即种的沿海，用要规个拢来浸水，停车场出大水，一般的徛家人家厝嘛来出大水，淹水至少淹50公分悬。渔民虽然早就甲船固定伫海边，但是这个风影实在太大了，有超过10台的渔船来并船，甚至来沉落。渔民真生气，讲这个县府进前就讲要起迄种南北向的防波堤，但是拢空嘴不知。超过10级的强风威力真惊人，毋但海水倒击，后壁一波一波海影，更加亲像是走标跨栏的选手，轻轻松松就变过壁倒，带来更加大量的海水，直接将西施小门的停车场淹过，边仔的建筑物嘛全部浸水。原本的点仔街路因为风太过境嘛，全部做大水，机车当然无法度亲像是船共款，敢若会当用牵的。各会当看到上少有5公斤重的空的加速桶伫水面上漂浮。除了因为海水倒击，排水沟啊嘛拢去互大风扫落地，树枝参叶啊塌掉咧。塌掉啊！啊无，叫乡公所来到三甲，我叫乡公所来。马埕的渔港，就算渔民将船只绑伫港口，也是无法度抵抗透风大影伫输沉船。就算渔港的码头路面阁有壁船，跨度大概有7列，遮尔宽，而且有50公尺长。港边的小船也有竹排仔嘛，全部并船，渔民看甲是要哭无目屎。县政府答应阮哦，迄边有要做一条南北向的防波堤哦，已经2年外，讲2年外，现在会规个江落海，拢甲伊放啦，拢无错啊，所以才变成安尼。多所在风台和平湖沿海地区拢浸伫海水内底，就连我市区的道路海水嘛一直淹起来，开车开甲心惊惊，恐惊灾情了后要复原无这么简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